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5月22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民党上午伫中央党部公布党内民调结果，确定由前行政院政务委员高思博代表国民党来参选台南市长。高思博除了感谢前台南大学校长黄秀双的礼让甲合作以外，也表示，接下来面对的是一场艰困的选战。为了挽救重传统、讲是非、珍视家庭的台南价值，伊将会奋力一战。国民党台南市长初选民调。经过3天的统计，结果出炉，确定是由前行政院政务委员高思博胜出，将会代表国民党参选这次的市长选举。在中央党部的记者会当中，除了感谢黄秀双的礼让成全，嘛表示将会参考伊的教育政见。另外，针对市长选战，伊表示国民党应该在台南执政，一直是整个世纪的代志。即马伊是新蓝军，会将台南打造成一个好生计的城市。我深信，我们这一次的选举不能用过去蓝绿的基本盘来当作是一个分析的一个标准。我深信这一次我们台南的乡亲会有智慧，让我们台南翻转，走出民进党治理20年的恶政，而且走出政治人物的光环，让我们台南市得到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是我的希望。那我也相信有这样的智慧，我拜托我们黄校长，还有我们谢主委，在这条路上能够继续的跟我一起走，能够帮助我，让我们台南市重新得到一个好成家的一个幸福城市的一个环境。民进党在台南不应该继续下去。那所以这其中当然有的人理念跟票源是比较接近那当然也有人是这个少一部分重叠，但是没有那么接近。我们对于这个理念票源接近的这些好朋友们，我们要继续的这个争取他们的团结支持。我想我们可以感觉到台南市民对于国民党重返执政期待非常的高，所以必须要团结所有可团结的力量。我想这是我们将来一定会做的事情。高思博表示，台南即马需要有中心思想、有规划甲行动力的市长，才会当让市民过上好生活。将人民当作提款机，一权抢钱的现象应该在台南消失。伊也表示，会彰显真正的台南价值。为守护台南后一代的平安幸福做努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面对高思博伫国民党台南市长初选民调胜出，民进党的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上午第一时间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伊并无意外，期待未来选战是君主之争。国民党中央22号公布台南市长初选民调，由前立委高思博赢过顶一届提名人黄秀双，确定由高思博代表国民党甲民进党黄伟哲车拼。对此，立委黄伟哲上午伫议会参与青年领袖夏令营的宣传当中，对着高思博的出线，伊表示并未烦恼，烦恼是背后高有人的财力甲朱立伦的政治实力。其实我们担心的不只是高育仁先生了，担心还有朱立伦先生。一个是高育仁先生的财力，一个是朱立伦先生的实力。事实上，我们看到，事实上朱立伦他的一个政经影响力，他过去参选过总统，所以他对于全台湾各地都有影响力，都有这个整合能力。但是我觉得其实，调敌从宽本来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祝福高思博先生他赢得初选，但最重要是能够赓续一个所谓的君子之争，真正的君子之争，而不是表面手握手，
表面手牵手，背后下毒手。另外，面对患拿甲单注境可能的整合，以及患力也有柯中信教授坚持参选，伊认为患力比患拿整合较容易，不过一切拢是君主之争。许忠信教授自始至终他就要参选到底了，也不是谁去敦请他出来，也不是谁去敦请他不要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是这部分范律表现的比范人成熟了很多。也就是说，许忠信出来，那我们也出来，那我们就期待做咨询者之争，彼此有这样的约束，也有这样的期许。那我们这边范律应该是比较相对的来讲成熟了很多。那范蓝之间是有人请出来，那请到一半又把那个轿子抬了一半，轿夫都跑光了。这点是让人家觉得无法接受的。因为提进一步表示，对初选以来，就陆续向市民报告伊的参选理念甲政策，所以竞选团队甲总部并未遐尼紧成型，一切按照原本的规划进行。但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最近网络顶面流传一份议会，伫去年要求市府调降房屋税，但是民进党议员记名投下反对票的表决结果。对此，民进党团伫昨出面攻击，是国民党议员造假以后，22号国民党的议员也强烈反驳，批评对手为了骗票，搁讲白贼。这份议会去年6月23日记名表决结果，引发热烈互相对呛。除了议会，民进党团总召柯立力强调，当时是为了变更议程的动议案进行表决，批评那样硬讲甲房屋税有关，表达要提告。不过，国民党团这位议员22号才以动讲议程的完整影带加记录，强调变更议程就是为了让议员单调来所提出的动涨房屋税案，加另外灾害防治加空污条例等两案一并进入一读会讨论。如果民进党真正要告，其中被告对象蔡友辉加李宗诚才感觉公平。我们看到了昨天有民进党党团出来表示，国民党或者甚至无党籍民代关心不当起价房屋税这个议题对他们造成了所谓很大的伤害，他们要提告。那我想呢，如果要提告，可能他不只是要告1个、2个、3个国民党或无党籍议员，台南市民大概通通要被他们一起提告了。当时我们支持陈朝来议员这个房屋税进入一读的赞成进入一读，然后自治条例进入一读，有一些我们国民党籍跟无党籍的议员，民进党籍是一票一面倒，全部反对陈朝来议员这个房屋税调降自治条例进入一读。所以这种状况，如果要给他解读成这个样子，我想真的是在骗我们的选民。在整个议事的过程中，大家没有办法很了解，他们断章取义的去解读，误导我们的选民。执政党民代以及他的外围政党的民代，他们为了资源的分享，所以必须遵从他们的党意，违背民意。但是现在民意的反扑，我想他们感到这种压力，所以开记者会居然还不说实话，又是谎话连篇来骗票，这个是让我们比较遗憾的。因为去房屋税无分哪里拢出面澄清，麦当看到民意的反弹，加年底选举压力，不过到底真相如何？其实选民心中早就已经有谱。但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这2天来，渔光岛成为台南上界热门的观光地点之一。为了让游客有更加好的旅游品质，市府特别推动低碳渔光、月牙湾活力海洋绿廊计划。上午市长李梦燕甲姐姐领带官员前往渔光岛视察员工的人间休闲步道，同时了解未来对渔光岛的规划。渔光岛拥有美丽海岸线，因为受到安平上港甲渔港的堤防维护，就参像市区内面的秘密景点。对此，大局为了提供游客更加优良的观光品质，嘛推动低碳渔光的计划。除了铺设休闲步道，嘛设立新的凉亭甲洗脚池等设施。22号上午，市长甲姐姐民代嘛拢到场视察完工以后的状况，听出各局处未来规划。邀大家现看的是讲，看有倒位要去改进，因为还在施工中了也让大家先跟大家报告，让大家来鼓励大家将来完成启用的时候来体验一个新的
一个去处，而且有一个在森林里面可以有1公里的一个可以森林浴的地方啊，所以我相信将来渔光岛会愈来愈好。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未来即马已经伊拄则迄个港务公司有讲嘛所以特别是 A 区已经签约了B 区在今年它会来招标A 区已经把这个全国最大的游艇公司会来这边设一个全国最大游艇港，还有包括新加坡的这个跃龙集团所以我想未来渔光岛周边的这个发展包括这个是在渔光岛的对面所以将来咱即马看到安平港拢是封闭的这个 A 区 B 区如果开批完成，我们我们跟台南市跟安平港之间就等于打开了过去拢是有围墙阻隔嘛即马将来开放，加变成是的开放空间，我们的市民都可以很顺利的进到安平港边差不多有500米至800米的这个水岸。第一期甲第二期的步道总共1公里长，差不多拢伫树林当中。透过简单的路线串联，嘛将提供游客丰富的生态体验。未来渴望成为游客打卡的新景点。市府表示，去年非常受到欢迎的渔光岛艺术季，未来嘛将持续举办。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由议员吕维英甲台南市培根本教协会共同办理的青少年领袖营，7月14号开始3天，将伫南西饭店举办，预计招收50位。今年讲师的阵容包括立委黄伟哲、甲金马奖导演黄信尧等人，邀请嘉义公共事务的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加。该青年领袖营已经办超过10档，议员吕维英在参加第1届，因此今日正大，所以嘛希望该营队逐档举办，借出发家对公共事务有兴趣的青年朋友拢来，并且透过坚强的讲师阵容，甲各行各业的专家座谈，传承理念。这次的青年营定于7月14、15、16，那在趣陶慢旅要参加那我们这个高中职或者说大专院校或35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都期待他来这样的共襄盛举。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阵容呢，相当的坚强所以在这边邀请这个我们的全国的所有的年轻的学子，只要你对社会议题有兴趣，你对这个政治议题有兴趣，都欢迎来加入。我想这是一个面对面跟大师一起谈话的时刻。其中受邀请担任讲师的立委黄伟哲，虽然面对年底市长选战，不过认为培养少年人有机会成为优秀的领导人同款重要。选举对我们来讲脚步是已经非常紧迫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培育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是下一代的主人翁如果这一代在他们年轻，在他们学习的阶段没有培养对公共政策、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跟参与，那么将来等他们毕业之后，那么就不大可能再有机会他们可能只是坐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抱怨，或者回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抱怨的一个愤青而已。那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时候年轻青年领袖的这个培养就很重要。因为该活动每一摆拢真抢手，真紧就加满，所有兴趣的都要赶紧把机会报名。培根青年营，欢迎大家来参加。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叶坤杰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华山基金会台南东区2站在地服务已经满2档，服务东区74位老大人，为了感念在地企业甲爱心单位长期的支持，特别举办爱心感恩大会，感谢各界长期的斗相共甲付出。华山基金会台南东区2站感恩大会，邀请智慧园幼稚园小朋友以及市议员王家珍等几位宾，甲弱势长辈同乐小朋友活泼古锥的表演，将现场的长辈拢人甲笑嗨嗨，做伙跳舞运动。悄悄，最开心是两只手，两只脚，摇啊摇，快乐心上扬。华山基金会东区站、东区2站于我们台南地区已经建站服务满2周年。那其实我们已经服务超过74位长辈。那其实今天这个感恩茶会的活动是为了感谢在地的企业，还有我们长期支持我们的爱心单位，才举办的这个感恩茶会，来感念我们这些善事这样子。那其实华山基金会我们秉持着结合本乡本土爱心来照顾本乡本土老人的理念，为我们山师长辈提供我们免费的到宅服务。华山基金会秉持在地服务在地理念，为失智、失能、失医的长者提供免费关怀、陪同就医等服务。伫台南地区就服务将近2000名的长者。基金会嘛欢迎社会大众响应，做伙关心弱势长者的生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为了减少食毒，伫福冈省南台北医院协助之下，举办戒毒甲毒品防治讲习，希望透过宗教的力量，帮助食毒的人摆脱毒品的危害。毒品是现代社会的问题之一。市府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为了减少毒害，特别甲福冈山南台北医合作，由福冈山南台北医的有群法师进行洗手宗教、戒瘾新生的毒品防治讲座。总主持满洲法师虽然无法度到现场，但嘛录影鼓励学员。台南市政府与福冈山南台北医院举办毒品危害防治讲习。诚如星云大师所说，戒除烟毒，把命保，健康长寿是目标。戒烟戒毒我做到，家庭社会一定好。南台北院为同学们有安排禅坐静心、生命探索、人间因缘读书会以及佛光青年生命体验的分享。希望能为同学们带来改变自我的审思跟力量。因为拄好拄到佛诞节，南台北医嘛特别为校园安排浴佛，希望校园透过浴佛，会使解除烦恼，拍开智慧，愿做好代志，讲好话，存好心，互人生行转去正确的道路。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2018全国芳香疗法竞赛伫嘉南药理大学举办，总共有来自全国高中职、大专院校甲 SPA 业界等23个单位，346人次参加，竞争非常的激烈。这也是近年来南部地区参赛人数甲规模上大比赛。搭配着轻柔音乐，佮加上用手全身的面部按摩。全国芳香疗法竞赛就伫咧嘉南药理大学举办。现代人压力大，芳香疗法已经成为21世纪每一个国家拢非常重视的养生方法之一，也互民众会当追求着身体放松甲心灵的平衡。所以，台湾SPA产业也正咧快速成长当中。目前国内就有真侪观光饭店拢有SPA的部门，可见SPA的专业人才仍欠缺。基本上我们算是学校第一次办，可是这是在全国的竞赛里面已经算第4届了。那这个产业基本上目前非常蓬勃，而且大概在10年前我们就把这个产业引到课程里面，然后训练学生然后结合劳动部的计划，然后可以得到充分就业。那在这10年当中，我们学生的表现也都非常好，那产业对我们的学生也都非常肯定。所以这个产业除了在现在的饭店业里面的 SPA 部门之外，包括外面的 day spa 还有一些所谓的 salon， 基本上都很需要很多人力。
那未来长照2.0，其实在这个高龄化的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很多健康的年长者，他基本上也是需要放松哦，所以这个产业未来的精彩，基本上它的产业是精彩可期。这届比赛针对4个项目，仅由澎湃的鉴定、芳香身体疗龄、芳香面部按摩、精油配方的设计来做专业的评比。嘉南药理大学希望针对芳香疗法的技术甲推广，做更加深入的应用，并希望会当透过竞赛方式来增加到全国大专院校以及高中高职老师甲学生芳香保健业界彼此之间的互动甲交流。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1度到30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5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